颜色有暗多，有的人喜欢粉色，有的人喜欢黄色，还有的人喜欢泡色，各种颜色都有人家喜欢，因为颜色代表一个人的个性哦。所以这个时候你会用到这一句话，然后呢哦，你中意乜嘅色？你中意乜嘅色？你中意乜嘅色？你喜欢什么颜色？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怎么用这一句话。来，你中意乜嘅色？哦，雨儿小姐，你 Top 3挑衣服挑了快1个小时了呢，你到底决定你要哪一件了没有啊？你给我30秒时间 Top 3挑衣服啦，我真的不知道选哪一件才好呢。你中意乜嘅色？你喜欢什么颜色？你总该知道吧？像是粉色、红色、黄色、黄色、黑色、白色、无色、黑色，就是不一样的感觉啊，真的难选择哎。我来帮你选择啦。你们女生真的很啰嗦哎。要是我一下子4件都买回去，这样就是谁不用担心啦。4件都买啊？对啊，太浪费钱了啦。好啦，不然你帮我决定1件好了啦。我帮你选哦。确定哦。那就这件。粉色，热情吗？对，不惜时间。挑选衣服 Top 3，你喜欢什么颜色？你中意乜嘅色？你中意乜嘅色？红色、粉色、黄色、黄色、白色、黑色、黑色、无色，不用担心，唔是 sale， 行真耶客家 V&B， 揾人睇架，傾下嚟講客家話。